前保安承认了集中营的真面目。曾在东突厥斯坦的一个集中营担任保安的一个哈萨克男人透露了有关集中营的一些秘密。39岁的哈萨克人白穆拉提加木盖曾担任位于昌吉州的一个集中营的保安，后来被迫逃到哈萨克斯坦。他向记者说，集中营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在1年内任意逮捕13到80岁的许多突厥人，并将他们送往集中营。这些营地和教育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如果真的是教育营的话，里面的人不会被铐上手铐。反中国声音继续上升，人权和自由人道主义援助协会萨姆松省巴夫拉县分组织举行游行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与此同时，阿达纳和载汀波尔怒等地区为了引起舆论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局势的关注，展开了东突厥斯坦展览会。中国政治宣传转向移动时代，一款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手机应用近日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应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将政治宣传带入移动时代的最新举措。目前，学习强国是苹果中国应用上年下载量最大的免费应用，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应用。然而，用户对这款软件追捧的真实性有待检验。据官方媒体近期的报道，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被要求每天使用这个应用。该应用程序的全名是学习强国，但是学习一词的第2个字母含有了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在实践中它意味着向习近平学习。以色列联合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以海湾地区国家为首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在华沙会议上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官员，并一起讨论伊朗在中东的威胁问题。美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中东问题会议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首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际官员在同一屋檐下举行会晤，并讨论了伊朗中部地区的问题。投降的达以沙恐怖分子被带到美国基地。库尔德工人党恐怖分子占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达以沙地区以后，投降的恐怖分子被带到了美国基地。据地方媒体报道，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的德以佐尔地区达以沙恐怖分子交出武器并投降后，和家人一起被卡车带到了美国军队用作基地的一个油田。